歡迎嚟到 My AI Buddy 嘅老師使用操作指南。呢條片主要會示範點樣喺 My AI Buddy 上面去建立唔同嘅 course，同點樣將 sample unit 轉化為呢啲 course 入面嘅電子練習。當我哋 log in 後，我哋可以撳 course button。入到 course 之後，我哋需要確保喺 template 呢一格同上面 show 嘅 filter 係顯示住 My Items 嘅。然後就可以去進行一個新增嘅操作。我哋可以撳反右上角嘅一個 Add Button， 撳完 Add Button 之後，佢會彈一個新增 course 嘅 pop up 出嚟。建立課程嘅時候，我哋有啲資料係必須要填寫嘅，填寫 name、subject 同 grade 就可以撳新嘅 course 就會成功建立。但係 confirm 之前呢，要確保 course design 入面係要有一啲 items 嘅。如果 course design 入面冇任何 item 嘅話，就會建立唔到新嘅 course。而當我哋 add 咗之後咧，就會有一個新嘅 course template。啱啱就示範咗點樣入 configuration 入面嘅資料，然後就係關於練習入面嘅背景點樣上傳，同樣都係喺 configuration 嘅界面右邊就會有背景嘅上傳。上傳完後，我哋可以見到一個preview 圖嘅。咁如果唔合乎預期嘅話，可以再撳 clear。之後就可以再撳 upload， 就可以重新再 upload 啦。而接下來呢部分我哋會再示範如何加入唔同題型嘅題目。喺 Edit Course 嘅頁面中撳下方嘅 Add Button， 然後選擇 English Speech Task， 再選擇希望喺自訂課程中加入嘅練習。首先係 Vocabulary 嘅題型，喺左邊嘅空格加入圖片，然後喺右邊空格加入相應嘅生字就完成啦。然後就係一個 sentence 嘅題型，而佢嘅操作與啱啱 vocabulary 同後面嘅 paragraph 嘅輸入方法係一樣，將想加入嘅句子放喺方格入面就完成。而 paragraph 嘅題型係將段落拆開唔同嘅句數，然後就加入到方格入面。而下一個 fill in the blank 嘅題型嘅入法就將整句放入去左邊 question 嘅部分，然後喺右邊 answer 加入想缺少嘅字，那佢就會自動將圖中例子嘅 to 變成空格。而 multiple choice 嘅題型就相對比較直接，咁只需要將問題同4個選項放入合適嘅方格內就可以完成。而最後 elaboration 就可以將對話訓練嘅題目放入 topic 方格入面就完成。接下來就會講解如何幫練習加上封面同背景等等。喺 basic info 入面撳，即可以上載課程嘅封面，而尺寸係400乘260。而撳 map 則可以俾老師自訂練習嘅排版。入到去後可以撳 add background image 去加入背景圖，而尺寸係1024乘768。而唔同練習嘅 icon， 老師也可以自由擺位。而當所有界面都設定好嘅時候，就可以到右上角撳 save icon 按鈕。若確定所有設定，則可以撳右上角嘅 OK 就完成啦。